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我係何永恆牧師。相信咧曾經嚟過深水埗堂嘅人咧，都會覺得教會又大又靚。呢一切咧都係上帝俾我哋嘅恩典，俾我哋有個咁美好嘅地方可以敬拜上帝。回想100多年前，宣教士嚟到呢個地方係一個荒蕪之地，之後就建立咗教會同埋學校。佢哋唔係為咗建造一個華麗嘅建築物，而係決心喺呢個地方點燃一盞燈，要成為社區嘅光芒。呢一個光芒經歷咗時代嘅狂風，從未熄滅。我哋都知道香港係曾經經歷戰亂連連艱辛嘅歲月，教會喺黃竹街個當其時係被徵用、崇拜被迫停止，弟兄姊妹四散離開。嗰個時候係我哋信仰當中最黑暗嘅時刻。但係喺呢個黑暗當中，信徒嘅屬靈生命卻係被淬煉得更加堅韌。先賢們選擇分享、犧牲，喺呢個極度艱難嘅環境裏邊，仍然顧念肢體嘅需要，以施比受更為有福嘅信念，向鄰舍宣告，即使係身在黑暗，仍然有呢一個盼望。戰後雖然滿目瘡痍，佢哋冇坐喺度等，而係親手去籌款重建學校，重新燃點呢個教育同埋福音嘅火焰。弟兄姊妹啊，歷史唔係只係用嚟懷緬，而係用嚟傳承。我哋嘅先輩喺呢個烽火當中持守，喺飢餓當中分享，喺荒蕪當中重建，係從上帝而嚟嘅火。呢個火已經傳遞咗100多年，經歷無數嘅風浪，如今交到喺我哋嘅手裏邊啦。我哋必須要自問，呢個火喺我哋呢一代係咪燒得更旺，定係逐步變暗呢？經歷咗整整1年嘅祈禱同埋尋求，教會嘅執事會領受咗清晰嘅異象。今日我要向大家宣告，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深水埗堂異象宣言：山光8載，薪火相傳。呢8個字係我哋嘅託付，亦都係我哋嘅定位。山光係我哋嘅身份。我哋喺呢個山上嘅地方係唔能夠隱藏嘅光，我哋需要存在於喺呢個社區裏邊，係為咗讓人睇得見耶穌。8載呢一個係我哋嘅根基，8年歷史見證上帝嘅信實啊！喺一個追求快速同埋嶄新嘅世界裏邊，我哋要扎根於歷久常新嘅真理。薪火就係我哋嘅動力啦，係福音嘅火、聖靈嘅火、愛人靈魂嘅火。呢個火曾經係喺宣教士、無數嘅牧師、先賢嘅心中燃點緊。今日佢哋仍然必須燃點喺我哋心中嗰度，挑旺我哋。相傳呢一個係我哋嘅責任。我最擔心嘅唔係教會缺乏資源或者人數下降，而係我哋嘅下一代唔再愛主。若果呢個火種交喺我哋嘅手兩中，慢慢熄滅，我哋就辜負咗呢個8載嘅恩典。然而，異象需要道路，宣告需要行動，因此之前嘅配套係講到使命宣言。以真道培育主嘅門徒。如果冇紮實門徒嘅生命，再靚嘅異象都只係一個空中樓閣。冇真道培育，再旺嘅熱情都係暫時嘅虛火。只有生命被轉化，我哋先至能夠好自然流露呢一個屬靈嘅生命。弟兄姊妹，對於教會嚟講，關鍵唔在於我哋做咗幾多嘅新嘅事，而係在於能否喺上帝嘅真道再次深深轉化我哋每一個人嘅生命，
就好似我哋嘅先輩咁樣咯，佢哋嘅信仰唔係為咗只係舒適，而係喺黑暗同埋匱乏之中選擇信靠、分享、堅守。你願唔願意喺未來嘅日子俾上帝更多嘅時間同埋空間啊？你願意讓佢嘅真道進入你嘅心思意念，更新你嘅價值觀、人際關係、時間嘅運用同埋生命嘅優先次序呢？唯有我哋個人經歷呢一種嘅靈命真道轉化，教會整體先至能夠轉化喺呢個社區裏邊，成為山岡之光，讓呢個百載繼續燃點，穿越呢個戰火同埋艱辛嘅薪火，並且喺我哋呢一代，因着生命嘅轉化，燃燒得更加明亮，並且毫無保留咁樣繼續傳遞落去。願主親自激勵我哋喺呢個未來嘅日子，我哋一齊踏上生命轉化嘅旅程，實踐呢個山岡嘅使命。願主祝福大家。